大家都知用紫砂壺沖茶會更好飲，但當你真係去揀一隻壺嘅時候，先發現唔係咁易，真係全手半手，價錢都相差一大截，唔通真係越貴越好？今日就話你聽點樣根據自己嘅階段做出最聰明嘅選擇，睇到最後教你點樣用優惠買心頭好。全手半手其實係服務緊你飲茶旅程嘅兩個階段。當你仲係探索緊泥料、工藝等等各方面嘅時候，一把泥料正常、器型經典嘅半手工壺就係你最好嘅朋友啦，因為你用安心嘅價錢就可以享受到紫砂壺帶嚟嘅沖泡體驗提升，仲有養壺嘅樂趣。呢個階段你開始用壺比起買到靚壺更加重要。當你透過半手工壺熟悉咗泥料特性，開始欣賞紫砂壺嘅線條同美感嘅時候，你睇到嘅已經唔再係一個工具，而係一個融入咗徒手嘅藝術思想、有個性、有溫度嘅作品。呢個係你審美同認知嘅進化。最後記得開始比買到更重要。我哋已經幫你揀咗一批入門首選嘅半手工壺，都係沖茶好飲、養壺容易，喺晒官網呢度啦。記得落單嘅時候輸入埋專屬嘅優惠碼，即刻有88折，仲會送你一張50蚊嘅現金券，等你下次想買茶葉或者茶具配件嘅時候都可以用。另外仲有一張全手工嘅紫砂壺抵用券，等你覺得時機啱嘅時候就可以即刻進入全手工壺階段。如果睇完都係冇頭緒嘅，咁就即刻 DM 我哋，講低你平時飲開咩茶、沖茶嘅習慣，等我哋幫你配對一隻最啱你嘅壺，上面嘅優惠都可以用㗎。